歡迎嚟到靜流理財手冊。一年收20厘息，聽落係咪好正呢？擺100萬落去，一年就有20萬落袋喎。你有冇諗過，其實銀行同金融機構咁好死，要俾高息你啊，係因為佢哋想幫你發達啊，定係睇中咗你嗰100萬呢？今日呢，我就會講點為之高息。事緣呢，就係最近呢，同朋友聚會，有幾個朋友就問我咩為之高息啊？咁我霎時間諗一諗，呢個話題都幾有趣㗎喎。今日呢，我就會由最低嘅無風險利率開始，將收息嘅產品就分咗低、中、高3個唔同嘅類別，就同你拆解一下呢個世界究竟有啲咩係低息、中息同埋高息，以及佢相關嘅背後風險係啲咩呢？喺認真聽落去之前呢，就要留意本節目呢就並非投資建議，純粹呢係學術討論同埋個人意見分享，就並不構成任何推薦邀請或者承諾嘅。要認識咩為之高息之前呢，你就必須要理解一樣嘢，叫做無風險利率。呢個世界呢，所有利率呢都並不是絕對嘅，其實係相對嘅。咁我哋投資界呢，有一樣嘢叫做無風險利率，就 risk-free interest rate。傳統上呢，我哋就會以美國國庫債券嘅利率視之為無風險利率。咁當然啦，你話最近美國呢國家主權評級呢，就已經唔再係最高評級啦，即係無論邊間評級機構都降低咗美國嘅評級噶嘛。咁但係美國國庫債券呢，依然係被定義為無風險利率嘅指標嚟嘅。咁而市面上叫做低息嘅產品呢，通常佢嘅利率都非常之接近無風險利率。而家嚟講呢，無風險利率大約係3至4厘。咁所以呢，市面上呢3至4厘嘅產品呢，一般都視之為非常保本嘅低息產品。咁呢啲產品包括啲乜嘢呢？咁就係可能大家由細到大，就算完全唔識投資，其實都會識得做嘅銀行定期存款啦，亦都可以係一啲3A 評級嘅主權債券啦，或者係一啲3A 評級嘅公司債。然後呢，就係投資者比較容易接觸到嘅入門級投資產品貨幣市場基金啦。嗱，我3樣嘢逐樣講啦。銀行定期存款呢，就係將啲錢借俾銀行。嗱，冇錯啊，你放喺銀行，其實你係借錢俾銀行，銀行就會將你嘅錢呢就再借俾人，就收更加高嘅利息，咁就將收翻嚟嘅利息嘅小部分派翻俾你。但係如果你放銀行活期存款呢，因為銀行係需要準備定呢筆錢嘅一部分，即係叫做存款準備金啦，咁隨時應付你會攞翻啲錢噶嘛。咁所以呢，放喺活期呢，銀行唔能夠將大部分你放入去嘅錢再轉借俾人。但係如果你啲錢係放定期存款呢，銀行就更加有信心將啲錢借俾其他人，而你唔會喺指定時間之內攞翻。咁所以呢，定期存款能夠通常俾到你更加高嘅利率嘅。而3A 評級債券就顧名思義，大家都認為佢必然有錢還俾你，而係佢而家需要借錢嚟做，例如主權債券嘅話，即係政府嘅營運啦。咁所以一般都視之為非常之低風險或者無風險嘅債券啦。咁而一般投資者或者係初級投資者有機會接觸到嘅投資產品，而又非常之低風險嘅呢，就係貨幣市場基金，或者簡稱貨基啦。呢啲貨基呢，背後其實係大量嘅定期存款啦，或者係一啲非常之短期嘅票據。咁貨幣市場基金比起自己做銀行定期存款嘅好處就係，因為佢係等於集體綜合咗好多人嘅錢一齊做定期存款，咁所以呢，你係獲得到定期存款嘅利率，但係同時由於係一隻基金，去保有咗一部分嘅資金，你隨時可以喺市面上再賣翻出去，咁你好容易呢就可以套到現，就唔會好似定期存款咁俾人定咗一個指定年期。咁當然啦，個存款戶口唔係你個名，唔係你一個人嘅名，咁所以呢，就唔會受到銀行存款保障嘅。但係你就可以換嚟活期嘅
彈性但係有定期嘅利率。嗱，以上咧都係市面上常見嘅一啲低息產品。咁啊，3至4年淨係抗通脹，每年2至3%，其實你實際嘅有效嘅利率咧，你減翻通脹得1至2厘嘅啫。咁其實係咁，除非你嘅本金啊大到好誇張啦，否則嘅話靠低息產品想達至財務自由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困難嘅。咁只係適合啲投資新手，完全唔夠膽冒風險，又或者你已經冇嘢做啦，你已經退咗休啦，你嘅本金咧唔能夠接受短期嘅本金虧損咧，你先會選擇呢啲產品嘅啫。好啦，跟住我哋咧就講中等利息產品咯。嗱，中等利息產品係咩呢？咁通常咧就係比起無風險利率加多3厘以上啦，吓，或者加到5厘。咁所以加上無風險，即係講緊呢5至10厘咁上下呢，我都會定義佢為中等利息嘅產品嘅。咁有啲咩產品呢？就例如本地上市嘅高息股啦。嗱，香港嘅高息股呢，其實都好多都幾高息㗎。咁當然嗱，選股呢就要小心有啲陷阱嘅。用以往派息嘅水平嚟到衡量將來嘅派息呢，好容易中陷阱嘅。特別係上一年有派啲特別股息，因為通常一啲特別嘅股息呢，都係因為最近賣咗啲資產啦，咁先派嘅啫，並唔係年年都有嘅。咁然後講到高息股呢，點都唔少得 REITs 房產信託基金啦，即係例如香港最出名就係領展啦，或者置富產業信託啦。咁房產信託基金呢，其實就係一隻背後有好多物業嘅。咁當然基於嗰個房產信託基金本身嘅主題呢，就定義咗佢啲物業究竟係商業大廈、商場啦、醫院啦、老人院啦，還定是係數據中心、物流中心等等。咁通常呢 REITs 房產信託基金呢，都可以俾到6至8厘，甚至去到10厘咁高嘅利息嚟嘅。因為房產信託基金一般咧喺上市規則上面咧係需要分派90%以上嘅可分派收入或者租金收入咧就俾投資者嘅，咁所以佢某程度上都確保咗個息率咧必然係高噶啦。咁而佢哋相對咧派息比較穩定，因為你投資房產信託基金就等於你買樓收租，咁但係咧你而家喺香港買樓收租咧計翻個租金同埋你嘅成本嘅利率大概3至4厘嘅啫，係甚至低過頭先所講嘅低息產品嘅。咁但係房產信託基金唔同喎，由於佢呢嘅帳面價格，佢嘅 price to book ratio 呢，香港一般就係1以下嘅。咁所以呢，你可以用1蚊買到超過價值1蚊嘅房地產，所以嗰個收翻嚟嘅租金呢，或者收翻嚟嘅利息呢，就可以有更高嘅息率啦。我哋以而家嘅領展嚟計咧，都有7厘啦，置富產業778咧都有6厘幾。當然講到 REITs 房產信託咧，就必須要提及除咗香港之外，另外一個比較吸引人去投資，即係基於稅制嘅關係吸引香港人投資嘅咧，就係新加坡嘅 REITs 啦，因為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房產信託上市嘅。咁我隨便揀幾隻啦，例如係海德雅思閣啦，酒店 HMN 啦，酒店嚟嘅，咁佢都有6厘啦。又或者楓樹工業信託 ME8U 都有6.47厘咁樣樣。呢啲普遍咧就會被認為中等息率嘅收息產品啦，佢能夠做到一個偏向高息嘅同時，其實個資本咧亦都相對係安全嘅。咁另外仲有啲高收益債券咧，都做到7厘，即係6厘、7厘，甚至再高啲嘅。咁一般呢啲高收益債券咧就係借錢俾一啲公司啦，但係咧普遍嘅投資者咧一般唔會自己直接借錢俾一間公司噶啦。買高收益債券通常就經基金買啦，咁高收益債券基金一次過咧就借咗錢俾數百間公司，咁就算有1、2間執笠咧，你整體都唔會話受太大影響嘅。咁通常都俾到6至7厘你嘅，咁但係咧佢就唔似得高息股咁，因為始終股票咧，除咗佢有派息之外咧，公司亦都有機會有增長，令到你個資本即係個股價有機會有上漲嘅空間噶嘛。咁以上呢3樣咧都係常見嘅中等中息啦，我理解為嘅收息產品啦。
嗱，聽落好似好吸引啊，但係咧知道嗰個利率呢一樣咁吸引嘅嘢之餘咧，你都要留意翻個市場風險，佢哋開始有風險噶啦。嗱，首先第一，高息股，頭先我話有機會升啦，但係呢個世界除咗升仲可以跌噶嘛。如果跌落嚟，講真，一年如果跌你個 10%， 你嘅息率全部賠翻晒出嚟，仲要蝕入肉，咁呢啲咧就係賺息蝕價嘅表現啦。咁詳情其實你開領展嗰個股價圖，你大概就會明白咩叫賺息蝕價噶啦。無論係高息股啦、REITs 都可以賺息蝕價，而高收益債券呢，你唔好諗住間公司一日唔執笠，最後都會還錢俾你。如果你係透過 ETF 或者透過基金嚟持有高收益債券呢，由於佢哋基金嗰個運作模式呢，佢會不停咁 renew 啲新嘅債券，佢可能會喺債券，應該係非常之有可能喺債券到期之前就會賣出，然後換入另外一隻債券。咁所以呢，如果一間公司經營開始有問題，而導致佢債價大跌呢，你係真係蝕咗嘅。佢係唔會等佢到期之後 100% 還翻本金呢樣嘢。呢樣嘢呢，喺高收益債券基金裏面呢，其實唔存在嘅。而賺息蝕價呢，就係呢啲中等利息最常見到嘅中伏位啦。咁特別係頭先所講啦，呢啲產品全部都係同無風險利率做對比噶嘛。咁你要想象下咯，如果喺美國聯儲局加息週期，背後就比較複雜嘅。但係簡單嚟講就係當聯儲局加息，美國國債通常利率會上升。利率上升咧就會導致之前賣出咗嗰啲債券咧價格下跌嘅。你諗下，例如我講貼身啲啦，例如領展咁啦，而家無風險利率由原本嘅3厘升到4厘，咁跟住領展呢，就由原本7厘呢，理論上應該要升上8厘，咁先可以保持住領展同無風險利率之間嗰個風險溢價噶嘛。咁但係領展唔會突然間派多咗息俾你，因為佢哋啲租約各方面全部都係簽死咗，冇咁快可以 renew 到嘅。咁所以點樣可以將領展由7厘突然間變做8厘呢？唯一嘅方法就係股價下跌，即係投資者就唔願意用而家呢個價買入領展啦，佢唯有等到領展個價下跌，咁派息金額一樣，股價下跌，息率咪上升咯。咁所以喺加息週期呢，大部分收息產品個價格係會下跌，而令到個息率維持翻同無風險利率嘅溢價嘅。咁呢樣都係導致你會賺息蝕價嘅情況嚟嘅。咁風險就講完啦，之後我哋就轉移話題咯。我哋講可能大家都最期待已久嘅高息產品啦。有啲咩係高息產品呢？頭先你可能聽到7厘8厘你已經好滿意啦。咁但係呢個世界仲有啲高息產品嘅，可以高到10厘甚至20厘以上嘅。咁究竟係啲咩呢？喺你知道係啲咩之前，你要諗下，你問一問自己，你憑乜嘢攞咁高息先？點解人哋會俾咁高息你呢？呢樣嘢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嘅。首先介紹嘅就係垃圾債啦。點解叫垃圾債呢？就係因為間公司隨時會破產。呢啲垃圾債呢，成日都會喺市場度出現嘅，爭在你能唔能夠肯定嗰間公司最後能夠渡過難關。之前啲新聞都有講啦，例如香港新世界可能還起某啲債券。你諗下，你借咗100萬俾一間公司，然後你本身係諗住賺佢10厘息咁啦，一年就賺10萬嘅啫。咁但係而家同你講，佢個100萬還唔起，你係為咗嗰10萬，你潛在可能攞唔翻嗰100萬。咁你作為投資者就可能想盡快喺二手市場賣出相關嘅債券，攞翻一部分本金先啦，以免即係 total loss， 即係贏粒糖就輸間廠啊嘛。咁呢啲時候呢，債券嘅息率可以升到上20厘、30厘以上嘅。咁如果你藝高人膽大，呢個時候接貨，然後間公司最後能夠捱過難關，咁你呢就可以穩袋呢個20-30厘嘅息率啦。咁但係相對風險呢就非常之高噶。咁然之後呢，第二樣高息嘅嘢就係最近都唔係最近嘅，喺美國已經流行咗好耐噶啦，但係香港最近都好流行嘅 Covered Call ETF。咁佢一般呢年息呢係可以超過10厘甚至接近20厘嘅。咁佢係做啲咩呢？就係首先呢，佢會買入一籃子嘅股票啦。香港嚟計呢，最出名就3416啦，大家應該都聽過噶啦。
咁佢就買入咗一籃子嘅國企指數成分股啦，跟住就沽出呢個國企指數嘅認購期權，即係 covered call 去做。咁而 covered call 咧賺嘅期權金呢，就係佢會攞嚟派息嘅利率依據啦。咁當然啦，有 covered call 咁即係代表咗嗱，如果唔熟 covered call 係乜，咁可以睇我另外一條片講346咧，你大概就會明明地嘅。咁簡單嚟講就係賣出上漲嘅空間，換取一個穩定或者係確定咗嘅收入。咁你就要接受潛在嘅下行空間，就減去你嘅期權金咁樣嘅。咁個利率咧普遍都俾到10厘以上你嘅，而家嘅346都派緊差唔多16厘息。但係呢樣嘢咧喺美國就好盛行嘅，本身即係無論係 QQQI 啊，或者係 QDTE 啊、XDTE。或者一啲老字號嘅 QYLD、XYLD 等等呢，都係一啲 covered call ETF， 普遍都俾到10厘以上你嘅。咁佢哋呢，就係大市升，你未必有份，同埋通常冇份啦。而大市跌呢，你就會跟住跌嘅一種收息方法嚟嘅。咁假設大市長期嚟講普遍上升呢，咁 covered call ETF 例如16厘呢，你好可能係袋足16厘。未必會蝕個價嘅，亦都有機會蝕啦。當然睇返個市場表現。咁呢樣嘢呢，某程度上啊，比起一啲垃圾債，可能風險相對較低，但係你就 expose 咗自己去一個股票市場嘅風險啦。因為垃圾債你都係暴露咗喺公司破產嘅風險，但係股票呢，唔使等公司破產，平時都可以升可以跌嘅。咁所以你嘅資產價格咧就非常之波動噶啦。然後第三樣咧就係一啲定息票據啊，而家叫 FCN 啦。佢同以前咧有個好惡毒嘅名叫 Accumulator， 咁就係一種年息閒閒地都有20厘嘅。佢本質上咧係一種高槓桿遊戲嘅。個市好嘅時候咧，你就收息好開心啦。但係佢一跌穿某個位咧，你就要抬錢接貨。通常 FCN 就連繫住一兩隻或者係一籃子嘅股票或者係一啲資產。咁然之後呢，當嗰隻資產冇跌到，一般嚟計啊嚇，無論佢升幾多都好啦，你都係靜待去俾你嘅票面息率，例如20厘咁樣樣。咁但係當個資產價格大幅下跌，通常係可能去到跌咗4成5成咁樣樣呢，一跌穿咗4成5成咁上下嘅位呢，你就要接貨啦。咁呢種類型嘅投資產品呢，通常係會俾到你差唔多係20厘嘅回報嘅，係咪好犀利呢？嗱，有記唔記得我一講高收益嘅時候，你一定要記住咩啊？你憑咩攞咁高息？就係你而家同銀行或者同呢個 FCN 發行商做緊一個對賭，係啦，你賭嗰隻股票或者嗰一籃子股票整體係唔會跌多過 50%， 咁佢就俾你嘅呢，就係一個確定咗嘅回報啦。嗱，如果你本身係冇準備令到錢隨時可以接貨嘅話呢，你買 FCN 再配合埋一個大市大回調呢，隨時輸身家㗎，所以呢個就非常之高風險。但如果你能夠冒到呢啲風險，我真係唔明點解你唔直接買股票呢？呢度想帶俾大家最重要嘅信息就係講高息產品呢，就唔一定適合任何人嘅。有低息、中息、高息3種產品呢，佢哋嘅風險同回報特點都唔同，投資者呢就需要謹慎地選擇，配合自身嘅投資策略啊，點先唔會做韭菜俾人割呢？嗱，咁你就要記住啦，呢個世界呢就冇免費午餐嘅，高回報呢就必然附帶住高風險同埋一啲隱藏條款，你必須要細細閱讀嘅。如果你本身唔明白個產品點樣運作呢，千祈唔好因為見到20厘就衝入去。真正嘅贏家係識得根據自己嘅年紀同財力分配呢3層嘅產品比例嘅。而家你手頭持有嘅產品係邊一個類別呢？嗱，大家歡迎留言話我知，大家分享下睇下有冇伏。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能夠令到你了解到乜嘢嘢係低息、中息同高息，記得訂閱或者分享俾你嘅朋友，或者分享俾你成日諗住收高息發達嘅朋友。咁今集節目就到此為止啦，多謝大家收睇，下集再見。